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四暗，悲哀的人用花木相似伊来替恢复，欢喜的油来替悲哀，娱乐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穿做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栽种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各位相连教会肢体以及渴慕耶稣真道的兄弟，大家平安。这时，请咱心存感谢而乐，用诗歌来调侃咱的上帝。圣诗35首，我心实在而乐，请咱做伙起立来吟。身体若无方便的兄弟，请坐咧就好。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感谢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阮所信靠的天父上帝。因为你怜悯世间人，藉着基督宝血，使到你
下侪恩典伫阮的中间，阮才有福分，成做你的儿女。日神的安息日，早起时虽然最近有寒流来，但是你无真的疼，温暖了阮的心。当阮早起时，对真温暖的被空中醒起来时，阮就对身体献上感谢，因为阮的生命得到你的顾守。抱着敬虔、渴慕的心来到圣殿敬拜，学到你，成做阮生命中上界美好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设立你的圣会双连教会伫即个所在。当教会设立到今年的3月初3，就要满105天。来自你丰盛的恩典的灌压，加上100多年来真济的信仰前辈甲牧长，因尽心尽性的服侍甲贡献，建立了教会稳健的基础。多年来，教会也有投入幼儿的教育、老人的安养事工，以及真济样的社会弱势关怀的事工，甲教会机构、新学院等等的关注，来分享来自上帝恩典，成做别人的祝福，彰显上帝荣耀。回顾教会设立的当初第60年所建造的双连大楼，今年也已经满45档。幼稚园的园区的教室也一直无法度通更新，已经也真老旧，而且教舍。将来需要大笔的重建的基金的准备，安养中心服务品质的提升，甲建物设备将来的更新，基金会营运上有不足的时阵，也是教会经常费有不足的时阵的补助，将来加上未来教会若有扩展福音事工的设立分会所需要的资金的规划，这个代志，成做一个105岁的双连教会所特别面临着的挑战。当我面对在教会参法人附设机构每年这一款，是毋是要全部来作为社会事工甲关护基金会的事工的这个办理，或是保留合宜比例的金额，扣缴17%的税金了后，逐年累积伫教会法人的名下，安尼是毋是符合着好天尊何来人的讲法？更加是为双连教会未来宣教的事工，甲所属机构重建基金来做准备。当我伫这两种无同款的见解当中，举棋不定、迷失的时，成做双连教会的基体，阮只是要诚心倚靠甲主的连结，阮要谦卑祈求主的旨意，行伫这件事顶面，使阮教育的智慧
伫主听的包围内面，存迄个无共款的，来求迄个共款的，伫主的心里的内面，大家会当心智合一，做出效力主旨意的决定，借着主丰盛的恩典继续管压。第二个100档的乡邻教会，要充满主加天的气力，亲像鹰鸟体势飞悬，走无先，行无野。将来搁较壮大勇健的乡邻教会，要成做服侍正教会、因神益人的教会。请问上帝，你是阮刀劈的所在甲气力，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虽然阮的灵魂有时无够精英，会密集你的丰盛恩典教育阮用。有时阮也因为软弱的罪性，互阮失去警醒的时，祈求圣神保惠师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智慧说亲像教迄款的歹的念头，也无成做试探，免得阮犯罪得罪天父。同时也求你柔软阮的心，开启阮的心灵的耳目，透过早起梁牧师传讲的信息，饼甲教，互阮的灵性得到把助。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三甲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旨意行，伫地如同天。阮的心甲阮，下面阮的服务，进入阮下面服务阮的人，无对查阮有事，就叫阮发现迄爱，因为阮的平等拢是你所有，在下的心。阿门。这时，咱要来启应文35篇，伫圣诗的后壁53页。启应文35篇。既然恁喙焦的，就来就近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买迄个袂值值的米。恁着留心听我，就要食迄个好米。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倒，也无搁倒转。
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嘴所讲出的话也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上必发生来替草气，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这时，请咱起立，各做伙来吟圣诗142首，耶稣宝贵的名，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教堂诗班要用美妙主耶稣，从咱做伙来敬拜。
这时，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新约马可福音书第8章的11节到18节，现代中文译本29页，台语汉译本48页。8章11节，有一寡法利赛人来见耶稣，甲伊辩论。因想要陷害伊，就要求伊显神迹，证明伊所行的是出自上帝。耶稣深深拖大气，讲：这个时代的人为虾米要求神迹呢？我甲恁讲，这个时代的人是不配看神迹的。伊就离开因，搁上船，渡到湖的对岸。门徒未记节加带一寡饼，船的顶头只有一个饼，无别项的食物。耶稣警告因，爱谨慎，爱摕封闭法利赛人的教母，甲希律的教母，因就纷纷议论讲，伊安尼讲即个话，是因为咱无饼吗？耶稣知影因在想啥物，就问因：恁为虾米讨论无饼这件事呢？难道恁也未领悟到，未领悟，也是也未明白吗？恁的头壳有遐尼钝吗？恁有目睭却看袂到，有耳孔却听袂到吗？恁袂记得吗？以上是圣经请咱本堂廖牧师要来传讲今仔日的信息，饼甲教。各位兄弟平安。伫领受信息的头前，咱先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伫遮谦卑求讨，求你的圣神充满即个圣殿，更新阮，互阮会当成做合你心意的一群。求你用炭火清起你卑微落薄的喙，互我所传讲的合伫你的心意。求你清起阮每一个人，互阮有受教的心，会当听的耳，会当看见的目睭，阁有气力来行所领受的。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其实要传讲即讲进前有足侪的情节，这是我写上久的一个工程，阁拄着咱八楼的整修，所以伫轰隆雷声中完成。我从来毋捌先写 PPT， 才写逐字稿，但是即届嘛破纪录。这是一个大家足无爱听，也足常常无爱深深去想的一个题目。因为耶稣若亲像拢伫骂咱家己，敢毋是？至少我有一款感觉，因为我是一个第五代基督徒，我伫母体内面就做长老教会的一份子。我的家族拄好是长老教会有足熟的俗语所讲的第一，乌噜噜拢是。阮的家族叫做长老甲牧师，所以每一摆咧看这个经文，我拢感觉我爱反省的是家己，
毋是别人，因为我拄好伫一个深深传统的一个环境大汉，生踮一个深深传统的家族内底，搁伫深深有传统的教会内底服侍。所以我伫遮用足诚恳、自我反省的心，甲大家分享，愿咱做伙得到利益。伫即个福音书的记载内底，那亲像耶稣特别责备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祭司甲撒都该人；第二种人叫做文士，也是讲经学教师，也是讲经学师；第三种人叫做法利赛人。这三种人拄好代表三种宗教内底叫做当权派，就是掌握权力迄群人。第二叫做学问派，感觉家己圣经上捌迄群人。第三种人叫做敬虔正统派，敬虔正统派，感觉家己上正统，行了上对迄款人。咱会感觉真奇怪，讲耶稣哪会对伊迄个时代内底宗教主流中的主流人士遮尔啊反对，遮尔啊强烈？尤其其中受到上大责备的，拄好是上敬虔、上正统的法利赛人。有圣经学者呢研究讲吼，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所有的经文加起来，比伊责备所有其他的人加起来还佫较济真多。正面迄个表，顶一啊，正面迄个表就是一个足好，互咱的提醒。为虾米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阵，遮尔啊严肃，遮尔啊直接，遮尔啊细节？到底法利赛人的信仰模式出了虾米款严重的问题？互耶稣一再地讲。那咱往头前现一丝丝啦，到第7章的所在，第6章的所在，马可就好，咱会发现耶稣讲一句话足重要。伊讲法利赛人信仰的问题，就是用人的传统废除上帝的律法。那咱往头前现较济一点啊，当伊到记载耶稣的言论讲道上济，叫做马太福音这本福音书，就会发现耶稣毋是干那讲八福尔，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安尼尔。耶稣也讲到法利赛人八个灾祸呢，伫马太福音23章的所在，咱斟酌来看。马太福音23章讲到八个法利赛人的灾祸，伊讲第一，关天国的门。伊讲因假冒为善，因为伫人的头前，伊就甲天国的门关起来，家己毋入去，也毋互别人入去。第二，耶稣讲因贪心，佮假冒为善，因为因贪恋寡妇的家产，上弱势者的人的财产，也假意做真长的祈祷。第三，伊讲因是地狱的带领者。因讲因倒去行，引诱人入教，然后互伊做地狱的囝。哇！安尼的责备真正严重，敢毋是？啊，袂煞。耶稣讲因是青梅领青梅，这咱常识。讲因的教示拢是毋对的，甲早前上早摩西律法已经歪出去。过来，也阁有。耶稣讲因本末倒置，讲因对献祭细节要献啥物物安怎献，足清楚足底。但是圣经所教示的、先知所提醒的、上帝所要求的遐个公义、仁爱、良善、信实、怜悯，因却无去行。过来，也袂煞。耶稣讲因里外不一，因讲因将杯盘的外口洗了清气，内面
拢是勒索甲放纵、勒索与放荡，这已经足严重啊！敢毋是？还袂煞，耶稣讲因是外表的敬虔，讲因这是咱伫圣经内底看到耶稣对法利赛人上严重的指责，讲因是擦了水水的坟墓，内底死人骨头。耶稣讲因杀害义仆，杀死上帝的奴仆。讲因将传讲上帝话人对即城对到迄城，甲因钉死伫十字架，甲因逼拍，甲因侮辱。那亲像毋是因吼，嘛是耶稣所遭受的，敢毋是？今仔日的经文呢？今仔日的经文是耶稣伫互真侪人食饱了后，就甲门徒渡船途中所发生的代志。耶稣气煞法利赛人，无要用新食互因看，无受因的试探。然后因上船渡船，路中的时阵，耶稣真感慨，甲伊学生讲一句话，讲：恁着提防，恁着防备法利赛人的教，甲希律的教。法利赛人是犹太信仰的纯正者，敢毋是？希律咧，希律是无纯的迄个，甚至迄个时代的犹太人无足意爱希律，无论是大还是细，讲因是杂种啊，是混合宗教的一个实行者，互犹太人真正无满意。即两种人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纯正的犹太宗教的接受者，一个是混合宗教的实行者。但是，伫即段话内底，希律提就煞。耶稣伫注重的是虾米款人？拄啊好是即个纯正的法利赛人，但是门徒。这学生对袂牢，因的心情也伫迄个，互足侪人食饱的耶稣基督真大型的新约内底皮泡菜，足兴奋的。所以就讲，一定是咱无带饼，老师伫袂欢喜巴肚以后啊，因为伊足无用的，咱煞袂晓替伊准备食物，实在足无大心的。耶稣感觉。我咧讲的是教，恁咧讲的是饼，哪会差遮远呢？因完全对袂调耶稣的想法，就是耶稣要提醒因的是法利赛这个模式的信仰甲教师，对一般的信徒、对信仰的团体是一个危害，严重的危害。所以圣经明明指出，讲这个教是得指。教师教导啦，若是咱用教的特性，搁较深入来思考一丝丝啦。耶稣伫遮伫讲的是迄个错误的教师所带来破坏性啊，甚至是毁坏性的影响啦。教就是教母，就是酵母菌啦，伊是坏，充满感染力，充满改变力。充满影响力，教伊也是中性的，敢毋是？无歹无好。耶稣每一届讲到教，拢是咧注重教的一个特性，叫做影响力。所以耶稣用教来形容上帝国、天国的困难，有无？上帝讲，迄个天空亲像啥物？伫比喻内底安尼讲，亲像一个富人人伫遐做面包，放一丝丝仔的价，就规个面团拢发起来。无人用1:1的面酵甲面粉做伙做面包吼，迄袂食哩吼，绝对苦苦酸酸个歹食，而且会过头发酵。若咱对于烹饪有淡薄理解。教最好是丝丝仔就好，
1000个面包就发起来。耶稣咧讲的是影响力，对无？教是中性的。伫遮饼，甚至是面包，甚至是面团，还袂烘进前吼，是只受到影响的团体啦。团体，所以有人讲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若有5%，伊所伫的即个团体就改变。至少5%，团体就改变，亲像教共款。所以伫遮，耶稣爱咱伊的学生防备啥物啊？爱咱注意遐有影响力的物，因为无论是良善，无论是罪恶，拢有影响力。罪恶有迄款扩散性的影响力。良善嘛有扩展性的影响力，咱会真正注意。更较重要的是，咱若无用良善去影响别人，咱就受因的罪恶影响。伫遮两段的讨论了后，咱倒来小看一下，到底法利赛人是啥物人？法利赛人的团体对主前100多年，差不多1世纪半进前的马加比王朝就开始兴起出现。原来这个字是分离主义者的意思，其实就是对圣经所讲迄个分别罪性、分离嘛、分别来成做这个字的意义。因强调律法，因操练修道，所以是足敬虔的一群人。因固守甲外邦人分离的迄款纯正的犹太主义，通啊讲，因足强调口传的律法，甲强调遐个文字的经典的撒都该人，伫遮就有区别，无共款。那咱用旧约的一个人物，领袖级的人物来比喻，就是中建时期的以斯拉。以斯拉哈，咱若去看以斯拉记，就会发现，伊主张爱甲外邦人隔开，伊主张爱严守律法，伊主张爱成做一个敬虔的信仰者。伊通啊讲，就是法利赛人的祖先。法利赛一个敬虔派。相对较守旧，相对较注重细节。伊对犹太人以外所有的物，有一个本能性的排斥甲反对。安尼团体就伫耶稣的时代真正形成，所以你看耶稣行到地拢有法利赛人，耶路撒冷有法利赛人，加利利有法利赛人。对调调呢，毋是因对耶稣足注意尔，也代表因的势力有够大，才会当对遮调。但是遮的族群却伫主后70年，提刀将军将耶路撒冷攻破、火烧了后，渐渐无去。对法利赛人的行事为人，对耶稣的教示，对法利赛人的评论，咱会当约略来讲，因有4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因是形式化的信仰；第二就是因是表面化的敬虔；第三就是因是律法主义的捆绑；第四就是传统主义的固执。我阁讲一摆，就是形式化的信仰、表面化的敬虔、律法主义的捆绑，甲传统主义的固执。对耶稣的教示，对圣经甲相关文献的记载，咱会当去发现，法利赛团体行到耶稣的时代已经真侪，可能原来意思真好，但是甲伊的时代已经真做一个守传统历史、仪式规条、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啦。虽然法利赛人内嘛有真好诶，像咱看约翰福音内底，迄个尼哥底母，敢毋是？暗时偷偷来找耶稣，问伊顶头生诶大代志。
问人怎样会当对圣神来信？伊是一个种年老的法利赛人，一世人已经守传统守到性命的落尾啊！但是伊愿意来改变，得到耶稣的教示。虽然有压力是暗时来，可见迄压力真大。但是多数来讲，团体来讲，咱会看见法利赛伫耶稣的教示伫圣经福音书的记载内底，那亲像因是一个无愿意去看到时代的变迁、宗教的腐化、人民的需要的一群人。伊无法度面对，也无愿意去回应时代问题甲挑战。看起伊，咱就常常难免的想到一句话，那亲像宗教，这款的宗教。真正是人民的安慰剂。20世纪册讲了更较粗残，讲叫做人民的鸦片。因为安尼，耶稣用活的信仰来回应法利赛人死的宗教。若无袂记哩，咱的主耶稣基督伫伊的时代，互人提笑讲，伊是一个贪酒好色的人，爱食爱啉的人。讲伊是罪人甲抽象的朋友，讲伊专门去接近遐个拉萨的人，就是太哥病的患者，就是视障的朋友，就是血流的负责人。因为犹太人有错误的观念，讲遮个人是因犯罪，也是因的父母犯罪，也是有啥物款的理由，所以因应该受到团体的排斥甲隔离。但是耶稣接纳因。耶稣也无多闪遐个上敏感的议题，就是金钱、离婚、收贿赂遮个代志，耶稣拢总讲着。耶稣伫遮深深搁全面地挑战犹太人迄款洁净神圣分离的宗教模式，因为伊看人亲像无目者的羊群。就人民因来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一切作为，只是想要帮助遐个伫日常生活内底奋斗，甚至伫生死的边啊，伫遐挣扎，若小可无注意，就落落死亡内底的弱势者尔。耶稣帮助这弱势者会当至少活落去。耶稣帮助遐个罪人，咱遮个罪人得到拯救，得到新的生命。毋是安尼尔，耶稣帮助带领遐个军队里的人，得到更较丰盛的新生命，敢毋是？所以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后壁大讲，我来要互恁得到生命，搁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甚至耶稣帮助咱开咱的目睭，看见新的视野，就是咱会当享受上帝丰盛的恩赐。所以伫迦纳的婚宴内底，伊用好酒来回应求讨伊的人。这是一般的宗教足歹理解的代志，敢毋是？这是咱的主耶稣在做的代志。虽然法利赛人中间有真侪有智慧的人、有知识的人、教士级的人、教授级的人，但是耶稣指责伊是青梅在带青梅。耶稣指责伊是开的坟墓，是地狱的领带者。耶稣认为因的教示就带来败坏的影响力。耶稣甚至足极端的讲，互死人埋葬死人，令军队外巴。这是咱的主在讲的，因为这拢是法利赛模式的信仰，伊已经欠缺耶稣上注重、上重要迄个代志，就是迄个更新变化的生命力。因为有更新变化的生命力，所以带来会当解决实际问题，就是每一天生活内底所有的问题的迄个意愿、创意甲困难。
法利赛人一点袂为帮赞。咱今仔日咱对今仔日的经文所看见耶稣所警戒的法利赛人的问题，咱活伫现今的社会甲时代内底，咱活伫今仔日的台湾，咱学习到啥物？咱来反省咱诚做基督徒，咱所持守的是死的宗教吗？这是耶稣在挑战的。咱一天一天拢总共款，直到生命的路尾，一点袂为改变。所以咱4点行礼如仪，咱4点僵化的传统甲历史，咱4点捆别人深深的规条甲律法内底嘛，求主怜悯来，也是。咱会当亲像耶稣所讲的，迄个天国的子民，有一个活泼活的信仰，活伫面对这个世代议题的真实，有回应世代挑战的迄个勇气。因为世界常常在挑战咱，敢毋是？咱的教会咧，咱的教会。会当有更新变化的宣告甲牧养，然后咱会当继续讲，真实的讲，咱的主耶稣基督继续地改变这个世代，改变这个世界，改变咱的社会，改变咱的生命，也互人继续来讲，基督信仰真正是改变人类全面生活的信仰，倒一个赞处，耶稣拢爱改变。咱实际举例来讲，咱还阁相信上帝藉着圣神的气力，要医治咱的破病吗？你的身体会病痛，你的心神会欠缺吗？所以你出去探访讲祈祷的是毋是祈祷就煞？其实你嘛无啥相信，安慰嘛吼，无要安怎，就遮严重啊！也是咱伫心内真正相信，若伊愿意，伊就医治。这个医治毋是讲互伊会活咧袂死尔，因为咱拢会死，却是伊的性命得到改变，有永远的活命，这才是永远的医治，敢毋是？咱相信耶稣的气力，让互咱赶出魔鬼吗？毋是干那邪灵的势力，甚至是咱生命内底的歹习惯、罪恶、错误，遐恶者的势力嘛？你敢相信？搁较实际来讲，咱活踮一个经济的世代，咱伫做财务的管理甲投资的时阵，咱有想着上帝无？咱有想着上帝无？咱会敢会当是人讲上世俗的迄个领域内底，就是金钱的领域内底、财务的领域内底、经济的领域内底，去操练纪律甲节制，去操练无惧无贪，无惊吓也无贪心，去操练善用上帝所赏赐一切恩赐嘛。这是咱来反省，咱来常常问家己的。今仔日的台湾社会伫一个转变的世代，咱伫咱有生之年，拢会面对4个大问题。第一，少子化，那遥久是全世界生囝上少的一个国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新的报告安尼讲，咱有至少600间的教会无儿童主日学，这是一个互人会着惊的数字。因为无儿童主日学，就是失落2代，儿童这代甲因的父母迄代，社青长养的迄代，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落。第二，咱会进入一个高龄
化的社会。台北市已经是高龄社会无化，因为咱有超过15%、65岁以上的资深公民。台北上紧吼，整个社会会对起来。咱的劳动力哪来哪欠缺？第三，咱继续伫 M 型社会内底恶化。善车的人要顾真善车，甚至搁较善车。有钱人的有钱，有势力的人的势力，有资源的人的资源，已经超过咱的想象。甚至一个跨国企业会当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叫伊起就起，叫伊落就落，比总统较有势力。这个距离的哪来哪大？第四个危机是逐年开始的，2017才开始。2017咱的政府讲是 AI 元年，咱想讲哇，有机器人真好。以后叫伊扫地就扫地，拖地就拖地，煮饭就煮饭，顾阮爸就顾阮爸，生活忽然真轻巧。但是咱有想到无？因为安尼，咱会面对产业甲市场革命性的变化，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研究讲，后一代面对一个后工作时代。所以几年前有一本册叫做《崩世代》，以前所有的结果会崩解重建，这是咱爱面对，咱拢有够少年，咱可能拢有机会面对。咱如何回应耶稣的教示啊？咱来继续学习传统的精神。就是咱一再讲，继续讲，讲了有喙无烂，爱继续讲的相连的精神。迄个行未了福音的坐，迄个踱步的精神。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直直甲咱提醒，那个不要忘记初衷，毋好袂记你起初的疼心，伫咱设立这个教会、设立相关的机构，迄个精神。但是咱伫宣教甲牧养的模式爱进化减死，所以咱会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老化，甚至开始有淡薄要撤去的教派内底，找转来先知以西结所讲的迄个死去的骨头要重新有生命、枯骨重生的信仰，伫以西结37章1到14节所讲的。求主互咱袂成做死人埋葬死人、青梅带青梅团体。求主互咱悔改、谦卑、定心祈求。互咱的信仰生命，互咱的教会找到头前的路。历代耶稣形象这本册作者 Pelikan 安尼讲，传统甲传统主义无共款。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佮讲一解，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虽然死，要顾讲话迄款的信仰，但是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仰，活人的死信仰。咱每一个月拢在守圣餐，咱每一个月拢在持守、领受主的饼甲杯，请容允我。用耶稣的体册来分享，伊讲新的酒袂当底伫旧的皮袋仔内底，就酒歹去，袋仔破去。咱也无法度用旧的观念、旧的做法来面对以前还未拄过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新的世代减世。2018年是新的年，新的中职当工已经就任，咱至少嘛加一回吼，一家欢乐一家愁的加一回。旧历年嘛得要到，咱好歹嘛爱小受交代，
除旧布新一下，大扫除一下，这个就好。请用我用耶稣天国的比喻安尼讲，天国亲像一个人，就仓库内底米拢摕出来，伫遐做盘点的工作。伊甲歹去的、无路用的清除，伊甲会用哩的、好用的留落来，伊也加添遐需要的。甲欠客，咱嘛爱盘点咱的教会，敢毋是？互咱会当做伙诚做伫承接圣神新酒的好配地啊！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用恩典诚做年冬的绵羊，主。有为安尼献上深深的感恩，主，阮的新年头献尽认罪祈祷，因为阮常常陷落伫习惯内底，阮无愿意改变，阮感觉事时就好。主啊，你互阮会当悔改，愿意领受上帝对圣神所赏赐的大困难，更新变化，回转来归向你。然后，阮的教会因为安尼来兴起，才做见证。主啊，阮伫遮愿意受你改变甲修正，就阮会当合你的心意，诚做承接圣神新酒的新配地啊！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愿刘牧师早起的信息带予咱每一个人，伫信仰上真好的激励。这是咱要做伙来吟圣诗415首，主在叫咱人，请咱起立做伙来吟。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阮中间的这个新朋友，你若无填老名卡，这时请你坐位头前有老名卡，会当来填写，直接交互奉献的执事，互阮来甲你交代。甲你介绍双连教会奉献。
这是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先来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生命的主宰，也是阮万福的本源。这是阮受阮的正经日，离你的面前奉献阮的淡薄的金钱，甲阮的时间，拢是要主你来使用，求你感纳。阮来恳求感恩，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只我来报告，咱的周报第4页，本主节是总会所定国内外宣道的奉献主日，呼吁咱的兄弟共同来为总会传道委员会所推动的各项宣道事工来关心、参与、甲代祷、甲奉献。新的中会67届第2届的议会，伫后礼拜1 1月15下早起10点伫马街病院的第1讲堂来召开。咱本会也有牧师团甲张宏德、司茂仁代理长老会全拢来赴会。第2点，儿童主日的事工因为配合咱教会8楼的整修。蔡牧师、杨牧师伫1月到2月要带领儿童主日到双年幼儿园来举行儿童甲家长的主日礼拜，有定伫下晡主日的下晡1点会做转来到教会。相关的事项有搭伫咱9楼、10楼的电梯的口遐，请家长甲孩童来留意来看吼。具体关怀的部分，本会参会英姊妹的老母和二子姊妹，伫1月70安歇之外，1月70伫台东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第4点，咱教会所设立的双年社福基金会的消息，有要募集这个爱心的年菜的活动，这个年菜的认购1份是500块，或者的低中入的这独居的老人，也是经济弱势的家庭，有一个温暖的春节。咱若要认购这个爱心年菜请咱伫这个今仔开始就会当到2月初5中午12点前来办公室副主任也是卡基金会办公室社工的电话拢会当来，互你参与这个爱心的活动。咱伫2017年12月24有认购双年社福基金会这个2018的迄个助理支持独居老人的送餐的服务的兄弟。请你伫本主日礼拜后到9楼办公室，甲蔡恩典长老
遐来摕即个奉献证明。第五页咱有青少年事工牧区的事工青少年的营会请咱家长甲咱的青年注意来看特别伊伫即个第二项了，伊有要招募即个2月初7到初10篮球营会的小队的即个辅导的款请咱若有适合的人会当来报名来参与。第6页装备课程的时阵，有即个洗礼的造就班伫2月初3、初10下9点半到下晡4点半有要来开即个班伫即个教室的12楼即参加的对象是你要伫4月22日受洗这兄弟请咱第一来看团契的消息后礼拜一有即个上义团契拜一早起的9点半伫9六年去听妇女团契，即个主日的中午12点伫9六年去听有聚会，夜市团契一个礼拜21日中午伫9六年去听有要请林志成导师来专讲。报告以上，这是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代祷。伫遮代表双连教会欢迎第一摆来到双连教会兄弟甲新朋友，遮有一位江以文伊是福音长老，甲福音长老因夫妻所邀请来的，请你徛起来，互阮欢迎你。甲顺环长老来，因夫妻所邀请的，真正欢迎，会当常常伫阮的中间。抑阁有新来的新朋友，也是兄弟无？若无，咱就做伙来做牧养的祈祷。天父上帝，阮伫遮做伙祈祷，求你的神甲阮三甲弟弟，互整个台湾社会真做一个有疼、有良性的互动的社会，互需要人的需要会当得到满足。为着教会来祈祷。互阮有共同的意向，共款的疼心，来行起福音，诚做祝福。为着相连的大大小小来祈祷，互阮无伫日是台北市、伫三芝、伫无共款的所在，拢会当得到喜乐平安的生活。特别为着1月开始要经历大大小小考试的考生甲少年囡仔。来祈祷，祝福因会当对你来寻求智慧甲知识、教示甲帮赞，互因伫考试，特别是大考的过程，经历上帝的同在，互即个考试诚做一个信仰的成长，也为着身体欠安、失丧亲人、心灵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因为你就是阮的安慰、帮赞甲医治，阮若倚靠你，就逐项无欠缺。你也应允阮伫阮祈祷大声，你已经拢总知。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咱做伙起立来念圣诗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
做伙来领受祝福。愿恁平平安安转去，带着耶稣基督所教示迄个话信仰进入到恁的生活现场，就是恁的家庭、恁的学校、恁的职场、恁的社区、台湾社会，以及上帝用百般智慧所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诚做上帝的见证者。佮愿恁安尼行的时阵，耶稣基督格外大开力，圣神真理的引带，特别上帝教业到有春的恩典，甲恁大家三甲一地，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必会强受切恳。